怎么回事啊？酒你是喝了，但是你没有喝毒酒，那杯毒酒啊，被我给换了。什么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在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作乐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你早就知道那杯酒有毒？其实我刚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壶跟宫里平时的壶长得不一样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个壶啊叫做鸳鸯壶，它的壶盖上镶着2块宝石，其中一块是绿的，有一块是红的，分别控制着壶里的2种酒，一个是有毒的，一个是没有毒的。当你按下红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毒酒；当你按下绿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毒的酒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鸳鸯壶，不过我在六师傅的工具谱上见过这种草图，所以我一看是鸳鸯壶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。其实早在从下被调包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你，不过只是一闪念而已，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学姐姐你是奸细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寻访，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我们的人暗中走漏了消息，但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怀疑过你。直到今晚你要我过来赏月喝酒，当我看到这个鸳鸯壶的时候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既然你看到鸳鸯壶就知道酒里有毒，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我想看一看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亲如姐妹的学姐姐你忍不忍心下手，你我之间的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当我看到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，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们2个之间的情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小师妹，你可愿意原谅我？学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，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可是你把毒酒换了，我又没喝，那杯酒，那杯毒酒啊，我压根就没喝。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！不信，看，看着啊。姐姐，酒呢？不是让你喝了吗？是吗？酒在这儿呢。